開始未呢？開始啦。勾呢個花花，哇，光得滯。咁樣會唔會好啲？OK 啦，咁樣。邊仔6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個6針，個邊仔6針，跟住呢，吉返過嚟度。好啦，就形成一個圈圈，形成一個圈圈之後呢，就開始織花瓣啦。反光 OK 啦，咁樣好啦，黐埋咗個圈之後呢，1針、2針，勾2針，然之後呢，1個圈、2個圈，翹2次，穿落嚟，穿落嚟度，勾上嚟，一下，2下，最尾呢個3下，跟住就係翹1翹2翹，翹2針，再織過嚟1、2、3，撥過嚟先，撥慢少少啦，因為織3條。2，扭一下，脫2針，再脫2針，3下，好啦，織3條，1、2、3，3條長針，翹2下係屬於長針。哎呀，掹埋啲先。因為我哋呢要織係5個瓣，好啦，1、2、好，哎呀，織得太過。針2針，翹1翹2翹，甩咗添，等我扣返埋佢。1翹2翹，好。
織。3針，3條長條，1、2。好啦，一路織一路推埋啲呢，因為如果唔係嘅話，一陣間就唔夠。針2針。哎呀，應該翹兩下，1、2。3個。最後一個反。
針，一、二。最尾收針都係織返兩針，跟住呢，就穿落嚟度。OK，搞掂。好靚啊！完成兩朵花，咁樣會好睇啲。啊，但係慢慢兩朵花。